果有山壁放弃，造成这利布溪水路塌掉咧，变做崩山湖。管理处是呼吁游客莫过入去。美国总统 Trump 第一任的国家安全顾问波顿去互法院起诉 ，Trump 是去互质疑讲，正在处理反对派。以色列的军队打铁利，哈马斯就随占领加沙清算，当地是发生军事件闹血冲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这天气的消息。伫咧菲律宾的海面，伫咱台湾东南边的热带性低气压，上近是礼拜对将做风台风神。预计这粒低气压是会向西北边的方向来刷叮当。虽然是袂顶到咱台湾，不过伊的外围环流有缘是会带雨水来。加上明仔暗这东北季风就要落南，明仔暗开始就有一寡所在会开始落雨啊。也若是这拜六礼拜东北部北海岸的雨水就愈来愈粗，后礼拜一、拜二全台湾拢会落雨，尤其是北部宜兰、北花莲，这雨水恐惊是真惊人。咱对这气象署的预测图就看得出来，这雨量甚至会是到红黑色，甚至是到紫红黑色的程度。就要到拜三过，这风台离开远去了后，雨才会较减少。不过，因为东北季风原在，虽讲是无可能会完全无雨，这东部地区有缘都要注意落雨情形。因为今这大雨是会造成花莲光复新的灾情，虽讲明仔载下晡2点到5点，光复乡会演练撤离，如果是要撤离1048个人，所以讲也请咱的志工暂时先莫去光复。多呢？还有很多哈。对啊。OK， 那会淹还是担心会淹呐？哈。还是会啦。就叫拜六形成风台风神，为花莲光复乡带来第2摆灾害，当地民众赶紧摕沙包等去厝防范，要民众后埕已经贴一排真长的沙包了。淹到多高？淹到多高？有叫我们疏散，我们就要那个了。就是不会住在家里面了嘛？对啊，没有很恐怖哎。这个风台风台避震状态，直接到花莲光复灾区到3工的志工也赶紧把沙包放伫个塑土机顶面，不过这志工人数是明显减少，因为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宣布，18下晡2点到5点，每地光复乡这片大规模撤离演练，所有志工是暂时避免进入。台风规定标准。你来几天？我来3天。照着标准的，就是撤离的程序，也是保障人民的一些生命及财产，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总协调官桂连成说明，除了行动不方便的老大人以外，其他大约1048人都必须撤离到收容中心，也发布帮山湖警报，进行向上避难，开始演练3阶段疏散撤离。最后是全村是清空的。不得有任何一个人在路上溜达。独居的老人跟这个病患，但是他们是动车不动人。那第2阶段是平民的撤离，是动车动人。淹涉湖警报系统响起的时候，开始做垂直疏散。每一天早上8点、10点以及下午、晚上都开会，都是在开会。我们都是不断合作无间。随风台搁在逼近花莲县长市政为公开出现，澄清和外界批评，拢无看人这件代志。也甲内政部长罗世峰到庭探视受灾民众状况。不过对于避难方案，官府原本提出采取全面撤离，最后就总协调官甲公所拢建议家里向上避难。市政委表达尊重，也强调帮山河飞机以外也未解除。水量不断的量体不断的在增加，只有全部净空撤离才是最安全的。垂直撤离会比较方便，但是要落实。对帮山湖造成灾害，造成9000家户受灾，总大约有600个点头。灾后筹组自救会，希望结合力量，要求合理保障加中建权益，也希望争取到国赔。记者综合报道。除了花莲光复有崩山湖的危机，今仔日伫咧太鲁阁的山区嘛发现一搭崩山湖。林保署的花莲分署讲，这搭新的崩山湖是旧台北线山壁崩落来，甲这利木溪水路塌掉咧，才会变做崩山湖。环岛讲，这水是随时有可能会溢出来。下晡警方甲公路单位已经考劝堰仔口以下游客都要赶紧离开封路。太鲁阁各啦公园的管理处嘛呼吁游客莫阁入去。花莲秀林乡利木溪台北线进行隧道口的旧台北线路段，遇山壁崩落来，甲利木溪河路塌掉，形成崩山湖。关渡要20公尺，利木溪是一直淹起来，有溢大水的可能。深度非常的深，大概25公尺，可能下午5点6点，这个水面就会接近步道还有公路。通知了那个
东部电厂做好那个因应性准备。那我们也通知了秀林乡公所，目前正在那个民乐部落地方进行预防性撤离。林保署和公路局这单位的人员赶去现场监测，虽然现场已经出动过手去挖，但是挖的速度是赶袂赴水位起来的速度。花莲分署讲，已经请警方和公路单位，抗议口以下游客离开，甲路封起来车前方，嘛请泰管处呼吁游客莫入去泰鲁阁国家公园。林保署已经发布红色警戒，请民乐部落和东部电厂的员工配合相关部门来进行各项撤离的措施。项目前发布强制撤离，好，请大家配合一下。警方嘛开始巡逻公布，帮助大家撤离。相关单位嘛发送简讯来通知警戒范围的住户。17下晡3点半，乡长是针对水尾地势较低，居民一户一户囥倒，超过500个人，而且安排在亚洲阿蒙头公司的宿舍和秀林国小收容。因为我们也没有接获到中央的或是非常清楚的指示说哪一些范围是危险区。那我们就是在自己公所的整个应变中心成立的那个会议，我们就评估说，我们宁有90这里是应该是会最危险的。多少人担心啦，因为以前的台风是没有到这边，怕那个约瑟府的水量。根据林保署的资料显示，讲目前马太安溪帮山的水位高定是1019.7公尺，得水量是151万吨。同款维持红色警戒，为着避免未来若是发生大规模的地动，还是较大的雨势，佮造成灾情，政经协调所副总协调官李明岩表示讲，水头水尾拢有相关规划。马太安溪和江河溪破损的布花的交界，水利署已经完成3个所在的布花的加固。透过公司的空气画面，会当看到为着强化所准，真侪台山石车是较紧甲河川清出来的土埋对外口去载运。除了现在临时堤防已经完成，那要再去做加固，甚至必要的时候的加高或是超级堤防的上游的部分，目前有在规划设置比较系列的拦沙坝。但是友好国家一条，日本政府送的导入式水位观测器运到台湾，在当地的水位观测面对困难的时阵，日本来到3天，嘛展现对台湾防灾合作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破发现金1万块特别预算，今早起已经3读通过啊！那是总统后礼拜公告，上紧11月初对当发钱。审查报告修正通过。关系到破发现金1万的润省特别预算，立法院17三读通过。不过内面知影佫质疑政府设的一寡项目，劳动部媒体宣传费和全民健保基金等等，拢总台独52亿，冻结55亿。违反预算法的规定，偷渡暗插到特别预算，绝大多数跟没宣费都有关系。在那边大撒币，开演唱会。有一个民众党的保留案，应该已经跟农业部已经有达成共识。那至于普发现金这一块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这边也希望能够加速作业的一个流程朝野党团根据共识，在3读的定数了后，都要提出复议。但是立委吴思瑶讲，虽然欢喜，但嘛烦恼，因为5500亿的预算内面，红台的96%是国土安全经费。挺产业、顾民生。挺弱势，还有普发现金的预算终于可以开始执行，但是依旧被蓝白在野党大笔一挥来删减了52亿9870万，最大的受害部会就是国防部。对各界关心的破发现金的时程，照润省特别条例的规定，公布了1个月内就当启动发放。按算第一批在11月前半个月就会当摕到，对象主要是有请领年金的人，包括老人年金、职灾年金等等，估计有425万人受惠。第二批上侪人差不多占4成，都是网站登记了汇入去口座，按算有935万人。第三批是 ATM 和邮局领现金，会分阶段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台湾有3个一贯道的信徒去中国旅游，煞互中国关押。今年又搁增加7个人。海基会就强调讲，这中国是无宗教自由的国家，呼吁一贯道的信徒避免去中国，无论是观光旅游，也是读册探亲，拢爱避免。台湾一贯道在中国被视为是邪教组织，这从案例上还有实务上显示这样子。如果您是一贯道的信众，或是道亲，自即日起，我们建议你
避免前往中国。特别召开记者会，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声明，中国100%无宗教自由，尤其针对台湾有关岛的岛亲，不管是去对华旅游做生意，拢已经明显造成威胁。敢若今年有通报互海基会，就已经知影有6个案，拢总7个人去互对方关押。若是扩大到其他的宗教，佫较是差不多每个月拢有案例。如果外国人进入中国，你会携带所谓宗教的宣传品、印刷品，只能自己用。不能散发。他在9月进一步在规定，在网络上不能利用任何直播、短影音或任何其他方式来发布，只限于在官网上，包含香港、澳门、台湾宗教组织的人员。通通在规范之内。海基会点出中共的执法特点，若要件定义无明确，执行标准无同，而且是以人员掌控为优先，并不是限制的行为样态。毋过，毋若宗教交流，中国即阵佫已举办台湾光复80周年各种活动，想要降低咱国的宣传一中。立委会除了下令禁止公职人员去中国参加，嘛呼吁各界毋通响应中国的主张。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这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相关统战活动，政府已明令禁止中央与地方公职人员以及各级学校教职人员参加。我们也要再次呼吁，台湾各政党、法人、人民团体或个别人士应遵守两岸规范。面对中国持续对台施压威胁，立委会呼吁国人坚定信念，共同捍卫国家的主权。国内的正式庆祝，也是台湾光复嘉金门古灵桥大捷纪念日。根据了解，正由国防部规划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第一个任期的国家安全顾问波顿，即阵是去互马里兰州的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当初是波顿是主张强势外交，含这 Trump 处理北韩、伊朗、罗西亚做法超袂对当，去互 Trump 开除。后续就不时咧公开批评 Trump， 这 Trump 嘛甲伊骂讲，伊就是一个歹人。即阵法院是指控这波顿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甲伊起诉。加上波顿这3礼拜就有3个批评 Trump 的人去互起诉，这 Trump 就去互质疑讲是咧处理反对派。马里兰州地方法院公布，拢总有26页起诉书指出讲，波顿伫2018年4月初9到2019年9月初10，就是川普第一个美国总统的任期内，因为担任国家安全顾问，除了会当享受上悬的机密等级，嘛因为职务的关系，接触到真侪项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国防军事动态，含友邦含德国的机密信息。但就算到伫伊卸任真侪当了后，一直到2005年8月2日，伊的徛家互联邦调查局 FBI 搜索为止，波顿是持续把这个极机密资料分享给无机密等级的人士，不当处理极机密文件的行为有18项这么多。FBI 伫波顿的徛家和华府办公室查到的，除了有几箱的文件，佫包括波顿个人使用的2支手机啊和3台电脑，另外佫有1台硬碟和2支便册，拢变作检调侦办的重要证物。对波顿方正式起诉，川普伫记者一直约在监问之下，强调讲伊事先并知影这。I didn't know that. You tell me for the first time, but I think he's, a bad person. I think he's a bad guy. Yeah, he's a bad guy. It's too bad, but it's the way it goes. 波顿伫2019年卸任了无偌久，就伫2020年出版担任个人顾问的回忆录。川普政府迄当阵认为讲，这册内面是讲到真侪必须要保密的资讯，想要来阻止回忆录的出版，但是随后法院来驳回。接落来对波顿的调查嘛随开始，但是因为川普2020年连任失利，拜登就任了就下令停止调查。This investigation dates back years, but it burst into public view in August when the FBI raided his home in Bethesda, Maryland, and his office in Washington, D.C. 离开川普团队了后的波顿，除了俄罗进程精准防伊朗的核能设施以外，对川普2个任期的政策是有真侪批评，尤其是对罗西亚的关系方面，波顿强硬派的立场和川普2个硬拢来是无啥斗搭。川普当来做总统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取消波顿卸任政务官享有的安全随和的礼遇。波顿嘛，因为安尼认为讲，川普的第2个任期就是要来对付伊。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甲美国总统 Trump 要见面，望美国是会当提供政府飞弹给因。不过，罗西亚总统普京是走大声，先打电话给 Trump。Trump 是讲，伊甲普京2礼拜内就会伫咧匈牙利见面。Trump 嘛讲明的，讲这普京是无希望美国提供政府飞弹给乌克兰。
4日前才咧警告讲，爱莫斯科赶紧结束战争，啊，若无就要提供战报飞弹予乌克兰川普。昨日向兄弟社群媒体讲，家己咧甲普廷总统讲电话，当日卡含佫正式伫白宫办公室对记者宣布，甲普廷决定2礼拜以内会伫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见面。以国务卿卢比奥为主的美国代表团下礼拜会甲瑞士代表就峰会安排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这是川普甲普廷今年第8摆对会，时间2点半钟。川普讲，双方用真侪时间讨论战后美国甲瑞士之间的贸易议题。这时间点多就伫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按算到华府，向川普争取战报中程飞弹进程。被问到普廷是不是有爱意，唔通卖战报飞弹予乌克兰？川普讲，普廷确实无介意这件代志，也个真明确讲，美国也免用尽家己的库存。Tomahawk is a vicious weapon. It's a vicious, offensive, incredibly destructive weapon. Nobody wants Tomahawk shot at them. 瑞士甲乌克兰最近交战的重点，拢放伫对方的对油槽发电厂顶能源设施。基辅当局一直呼吁民邦增援更较侪防空系统，车顶长远2500公里，延伸到瑞士境内战报飞弹，佫被乌克兰军队看作是改变战况的关键。Якщо нам дадуть томагавки, і головне їм знайти доцільне використання. І я думаю, що томагавки – це досить така серйозна зброя, і я думаю, що вони докорінно поміняють війну. 泽伦斯基到华府了发文表示，明仔甲川普见面，希望中东和平协议的动能能帮助结束瑞士对乌克兰的战争。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以下和平协议打成后7天，双方才打交换这人质甲收翻。这以色列的军队嘛打撤离，不过这哈马斯就随重新占领加沙，当地是已经发生几多件流血冲突。美国总统 Trump 就放调讲，若是哈马斯唔停止这款粗残的行为，美国就会出手消灭哈马斯。以哈和平协议为7日开始有效，第一阶段释放以色列人质穆罗德科恩，伫返到家乡的时阵受到热烈的欢迎。伫和平协议签署了后，以色列军队撤退到约定好的界线。不过，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煞搁在重新快速占领加沙地区，搁动员7000人清洗加沙的不法分子，搁在街路清洗涉嫌通敌的人。美国总统川普15对哈马斯提出警告，要求停止伫加沙的残忍行为，若无会采取行动，让以军搁再重新返来到加沙街路消灭哈马斯。Well, I'm looking at what's happening, and that wasn't the deal that was made,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y also said they're going to behave. We're going to find out if they behave. If they behave good, if they don't behave, we'll take care of it. 分析人士是讲，哈马斯为18年前掌控加沙的时阵，就用严密的警力控制公共秩序，佮压制反对者。因为以哈冲突，互加沙真侪年的治安体系因为安尼失灵，地方势力、武装家族佮帮派拢串起来掌控地方势力，部分佮得到以色列的支持，抢劫、贩卖人道救援物资这些事项，加深加沙的人道危机。即马以哈双方才拄啊停火，竟然哈马斯佮来占领，才有可能佮发生地方暴力加权力斗争，引起新的流血冲突。目前以哈停战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嘛开始规划重建加沙的工程，不过今仔要清除突袭队，都要面临真大挑战。There's other challenges that comes with this, including unexploded ordnances that first have to be cleared for safety. But then the process to start the reconstruction will require a huge amount of debris removal. There's about 55 million tons of debris throughout Gaza. This is equal to 13 pyramids of Giza. 另外，因为停火协议要求哈马斯伫13进前释放所有的人质，佮送行死亡的人质遗体。不过，哈马斯发声明讲，送行遗体需要一段时间，因为部分待伫互人摧毁的崩坑内，也是去互人攻击的建筑土丘下骹，需要时间比对确认。去互以色列不满处回遗体进度真慢，双方互相指责破坏停火协议。为了维持双方停火，土耳其伫当地10日已经派遣几10个专家协助找找可能待伫突袭队内的人质遗体。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译。Google 对2007年开始翕街路影像，到当这 Google 车队已经在全世界走超过1600万公里，等于是绕地球400多年。在加拿大有艺术家就收集这挂相片举办展览。
不过，Google 的车队伫咧路边翕的这挂相片，难免嘛翕到一挂人去引起运输的争议。这场展览嘛鼓励来参观的人思考这挂问题。找到的时阵，若拍开 Google 地图，伊的街景服务，互用户会当360度去看斯科地亚来确认实际型。对2007年开始 ，Google 的街景车队就伫世界各地咧翕，嘛意外翕到生活中真侪真趣味，甚至是残酷的部分。这嘛催生一种新的线顶娱乐，就算无出门，嘛会当探索世界。加拿大的网络艺术家拉夫曼嘛对这看到商机，伊伫过年就开始搞研 Google 街景计划，因为早期 Google 的街景车都是装9台摄影机，即嘛一个有开创性的长期系列，总算伫咧丹麦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始举行伊第一摆完整的重点展出。This camera that was just capturing things without the intention of a human gaze. For me, in these images that I would find sometimes beautiful, sometimes containing pathos or a crime, or surreal, I found human meaning, narrative. 甲黄的面床摕来做接送的校车，人工的虎仔含阿面的教堂，这拢是拉夫曼收集的街景相片。根据统计，伫2022年，都是街景服务的第15年，已经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内面翕到2200亿张相片，但是这嘛有运输权的争议。这个计划去探讨大家伫科技时代是安怎去看这个世界，和伫真实和虚拟之间产生的各种思考。It suggests kind of moral issues with what you're seeing, and I think Google departed from that phrasing because it was too kind of ambiguous, and we like the ambiguity. And we like that reporter concern also, in a way, asks viewers to consider if there's something troubling about what they see in this exhibition. Google 的街景车队行过的里程数已经超过1600万公里，等于是说地球400多年。拉夫曼的计划搁在这篇，对方问到敢会因为这项创举引起 Google 对伊的兴趣，甚至和伊联络。No, I think I'm infinitesimally small in their gaze. 公司新闻新闻编译。真侪国际出名摄影师，因上届爱用的翕相机就是徕卡相机。徕卡这个品牌到今年是已经成立100档啊，有关是坚持手工打造每一台翕相机。这也代表讲每一台相机拢是独一无二的。这阵带大家做伙来看徕卡这100年来故事。美国传奇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讲过，若翕的相片无够好，迄是因为无够均。也若英国当代欧贝摄影艺术家艾伦·沙勒讲，使用徕卡相机会使互人真侪更加好的摄影师。Leica invented the camera as we know it today, a compact camera, 35mm. So this is pretty much the origin. Now it's 100 years of continuous camera production until now. And obviously this was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and also a milestone in terms of photo community, photojournalism, and thi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whole world. I mean, if you look at all the iconic pictures which have been taken with Leica cameras over the decades, I think everybody can relate to these kind of pictures. 美国企业家恩斯特莱兹1869年创立一间公司，拄开始是生产光学镜头加显微镜。1925年才伫莱比锡春季博览会推出徕卡一型相机，100年的时间过去啊，徕卡一直坚持在地甲纯手工制作。É uma mais-valia ser peças feitas manualmente. Cada peça é uma peça. O cliente pode, o utilizador pode pensar que está com uma peça única na mão. 发新社记者来到设立葡萄牙的生产中心，70名劳工伫无尘的组装室，以精密的罗莱巴加防静电的夹板，加600多的零件组成真侪相机。另外，一个房间也是看到作业人员推进这镜片，煞来连起来，擦光擦。随着年代转变，数位相机也有手机大只传统底片相机的市场。徕卡伫2000年期间也经历痛苦10年，最后是决定全面进军数位相机的领域。预计2004年、2005年的销售额是将近6亿欧元，这年成长率是将近10%。Our last revenue was actually another record year in terms of revenue of 596 million euro. Yeah, and this is really, like you have said before, there's constant growth even in a very difficult geopolitical situation. I think that is outstanding.
另外，一方面，徕卡认为新科技永远无法代替相机的浪漫气氛，强调用手机翕的是快速的相片，其他一切拢是摄影。伊原是少量来生产底片相机，也若除了相机以外，徕卡也进军手表啊，也有家庭剧院、雷射导影机，也有智慧型手机这领域，甚至甲不同业者来结名，甲中国小米、日本夏普合作。公视新闻王慧本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